如果冇百幾年前嗰場大火，珠海香洲可能比香港、澳門仲要繁華。班集團做老香洲嘅歷史資料整合先知道，喺百幾年前，香洲埠呢度係中國首個民間嘅毛遂商埠。1909年農曆3月初3，香洲埠開埠，成立清政府特許嘅60年毛遂口岸，打破咗喺澳門嘅葡國政府對珠江口航運貿易嘅壟斷。文獻記載喺鼎盛時期，呢度有125座2層高嘅樓房，千餘間商戶，比而家嘅商鋪仲要多啊！建築中西合璧，例如我身後嘅國世紀魚欄騎樓設計，佢嘅巴洛克式門窗就係仿照西方嘅模式去建設。當時大量移民湧入，夜如白晝，一片興旺。就喺建埠2年後嘅7月，香洲埠起咗場持續6個鐘嘅大火，1000幾間屋瞬間燒毀。當時嗰場大火，有人話係天災，亦都有人話係人禍。畢竟當時香洲埠嘅貿易生意太好啦，削弱澳門葡商嘅壟斷地位。直到70年後，新中國改革開放，珠海再次成為經濟特區，香洲嘅繁華歷史重新由我哋老香洲人建立。其實好多人都唔知珠海嘅情侶路係填海填出嚟㗎。以前朝陽市場呢度樓下就已經係沙灘啦。喺香洲埠呢棵大榕樹下就係珠海第一個交通江。珠海第一部巴士就係從呢度鳳凰北發車到拱北。而我印象最深刻嘅係93年嘅不鏽鋼座椅巴士。以前嘅巴士都仲未有冷氣，夏天坐到個 pat pat 涼浸浸。好多嚟珠海嘅朋友都俾我哋嘅巴士嚇親，因為無論線路幾長，都淨係收1蚊咋。哇！你睇呢個20480幾個站都係收1蚊咋。對你嚟講，老香洲仲有咩回憶嘅？將你啲舊照片發到評論區，我哋一齊回憶當年啦。